手頭上呢部咧就係華為啱啱新出嘅平板電腦 MediaPad M3 啊，咁佢今次咧繼續同 Harman Kardon 合作啦，而最大嘅賣點自然而然就係佢嘅音色啦。新機用上麒麟950處理器，4GB RAM、64GB ROM，講唔上非常強勁，不過就有5100mAh 高容量嘅電池，亦都有輕觸式指紋解鎖 ，Mon 就用上8.4寸嘅2K 屏幕。先講外形啦，咁佢用咗呢個 3D 鑽石打磨嘅技術啦，咁的確背面呢邊咧係幾圓滑、幾順手嘅，但係咧要留意啦 ，Mon 嗰邊咧就有少少戒手啦嗰邊。至於音響方面，獲得咗 Harman Kardon 嘅專業認證，跟機耳機亦都用上名廠 AKG 嘅 H300。據知呢隻耳機喺街外面係買唔到㗎。講到咁勁，究竟實質係如何呢？又睇下本地樂隊 Super Moment 點睇啦。頭先聽咗幾首歌，我覺得佢有一樣嘢係比起其他嘅機種啦，係做得幾好嘅。咁就係佢低音嗰方面個表達嗰個能力咧，有好多機可能有陣時出個低音咧會比較糊嘅。佢呢個幾清楚，我聽到個 note 係點樣啦。咁亦都唔會令到全部都係得個低頻，冇咗其他嘅高頻或者中頻咁樣。講多少少，佢有樣嘢就係個喇叭係 stereo 咁樣啦。你直咧，佢係淨係得下邊個喇叭會出現。如果你一橫向咧，佢就相對兩個喇叭都會出。呢個幾特別嘅，我覺得。喺個播放器嗰度咧，左上角有個叫 SWS 嘅，咁呢一個咧應該係佢哋華為自己設計嘅一個叫做超闊音場嘅系統啦。咁就係當你撳咗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虛擬一個好闊嘅音場嘅地方去聽呢一首歌。你着咗呢一個嘅時候，咧個人聲係會特別出啲，因為啲音樂會拉闊咗，令到個人聲喺中間空間就突出啲嘅。除咗樂隊，唔知道中意 heavy metal 嘅 DJ Mina 又點睇呢？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有做 DJ， 所以接觸嘅音樂比較多啦。我玩嘅音樂都係重 bass 多嘅，咁所以其實我聽完之後嗰個低音係非常之好。綜合以上意見，似乎呢部機係特登加強咗佢嘅低音效果㗎。中意 bass 同埋大 mon 嘅朋友就可以考慮下啦。